芭蕾舞在一般的印象当中是一种真古典、真优雅的艺术表演。即嘛在英国有舞团因发挥创意，甲重金属摇滚乐甲芭蕾舞界合作伙，这是全世界头一出重金属摇滚的芭蕾舞剧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这是大家印象中的芭蕾舞。 这是英国的重金属摇滚乐团 Black Sabbath 在1970年代的歌曲，甲这两项物件结合做伙，就会变成安尼。英国第二大城 Birmingham 的皇家芭蕾舞团最近推出的新作品，就是全世界第一出将芭蕾舞甲重金属摇滚乐结合做伙的芭蕾舞剧。想出这个创新想法的人是 Birmingham 皇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，来自古巴的芭蕾舞名称阿古斯塔。伊讲，伊一直想要把 Birmingham 这个城市上介有特色的物件加入去芭蕾舞当中，所以伊就想到在 Birmingham 成立，要互全球真侪媒体选做是上优秀的摇滚乐团 Black Sabbath 欧式安息日乐团。 It's a completely polarized world for the world of ballet. And that excites me, you know, to try to go into places that people haven't been before. 第1968年成立 Black Sabbath 乐团，今年已经75岁的吉他手东尼艾欧米专工来看芭蕾舞团练习。伊讲，伊拄开始听到要用因的音乐来跳芭蕾舞的时，真正是唔敢相信。I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idea. I thought, God, how are they going to do that? Really? 原本真优雅的芭蕾舞，即马要配合重金属摇滚乐，用这么紧的速度，佮这么强烈的动作来跳，真侪舞者会袂惯势，但是嘛同时感觉真趣味。这出芭蕾舞剧按算要伫9月演出，因为 Black Sabbath 乐团伫2017年就停止表演啦，所以当年艾欧米讲，伊的面册顶头有真侪歌袂落话，讲伊已经等袂赴要看这出这么特别的芭蕾舞剧啊。记者甘美南编译。